各位香港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清遠跨境置業顧問小張，今日帶大家 VR 睇一套清遠高性價比嘅港式生活大宅，業主急售，約持在手，首期11萬，月供2500，即刻擁有4房2廳精裝現樓，即刻出發，帶你足不出戶，雲遊領秀瑞城。擔心距離？完全唔使愁，呢度係清遠對接大灣區嘅黃金位置。5分鐘直達香港跨境大巴上車點，週末返港飲茶同返工都超方便。樓下雙高速入口，汕站、許冉，自駕1.5小時接駁廣深，雙軌護航，金青城軌青城站、清遠高鐵站均30分鐘車程，落香港西九龍最快1個半鐘。睇完戶型圖，我哋繼續睇房。先睇下呢個房嘅大門位置，旁邊可以做一個鞋櫃，大門側邊就是廚房。回到家裏換雙鞋，掃掉一天煩惱。成間屋用咗20萬重本裝修，瓷磚全部用品牌瓷磚，各種定製櫃子。廚房84尺 L 型櫥櫃，預留雙門冰箱位，石英石台面易打理。足夠大的台面，防滑瓷磚，特別設計了對流窗，爆炒時也能快速換氣。睇完廚房，我哋睇下客飯廳。客廳加餐廳430尺，開門見廳，呢度足夠擺6人長餐台加3米 L 型沙發，家族聚會打麻雀都唔會逼仄。睇呢個天花吊頂設計，配合水晶燈即刻提升格調。落樓即達小區自營商業中心、茶餐廳、超市、藥店一應俱全，行多幾分鐘更係美林廣場同萬達商圈。香港人最中意嘅飲早茶、買餸嘅清和肉菜市場，通通步行可達，健康無憂。三甲中醫院、省府又5分鐘車程，仲有飛來湖同筆架山做你後花園。週末行山、古龍峽漂流完返屋企沖涼都來得及。東北向陽台104尺，晨早曬住陽光嘆咖啡，望住樓下花園景，仲可以定製洗衣櫃加6隻架，實用又養眼。睇完陽台，我哋睇下4個房間同2個洗手間，1721尺實用面積。72萬總價計落尺價僅418蚊，對比香港新界同面積單位，呢度買4房嘅錢，香港連車位都買唔到。首期11萬即鎖房源，月供2500，仲平過租樓，精裝修即刻入住，醒返20萬裝修費同時間，業主急售，約持隨時可約。兒童房129尺，預留上下鋪同書桌位。衣櫃做到頂，男仔女仔主題式都夠位發揮，望出去正對小區遊樂場，細路玩都喺你視線範圍。第2個房間可以做一個書房，書房加小陽台86尺加29尺，靈活空間，做居家辦公室夠安靜。連接迷你陽台，晾衫唔使出廳。如果2胎家庭改裝成 BB 房都 OK。香港揾屋難，清遠安家易，呢度唔止係房產，更係俾仔女多一間度假屋，俾爸媽一個養老天堂，俾自己一個高性價比投資。即刻點擊屏幕預約專車睇樓，把握機會，跨境優質生活觸手可及。睇完書房，我哋睇下剩下的2個房間同2個洗手間。呢個就係客人洗手間啦，雙衛設計，朝早全家唔使爭廁所。呢個客人洗手間係48車，明窗蹲廁，如果不喜歡蹲廁，可以改返坐廁，可以做一個乾濕分離，有鏡櫃洗手池。睇完客人洗手間，我哋再睇下其他房間。
主人套房222尺加54尺主衛，私密空間夠晒豪華，2米床加4門衣櫃輕鬆容納。有明窗採光通風沒問題，鏡櫃洗手池一應俱有。主人套房222尺，贈送一個不計房產淨面積的飄窗，窗望出去就是小區園林。小區有超36%綠化率的園林小區，鳥語花香且樓距寬闊，特別適合想遠離喧囂的港人家庭。主人房睇完，最後一個房間係老人房。老人房163尺，可以擺1.8米大床加定製衣櫃，放按摩椅都得。老人家夜晚上公衛，僅2步距離，防滑磚同扶手位已經預留好。想象下，週末同孫仔喺陽台數星星，朝早同老伴行山採靈芝，得閒 call 香港老友過嚟浸溫泉。清遠香港雙城生活原來可以咁實惠又寫意，點擊屏幕即刻預約專車，我哋清遠高鐵站等你飲頭啖湯。視頻我哋睇完啦，如果有興趣可以視頻下方評論區聯繫我，有我的 WhatsApp，鎖匙在手隨時開房，我哋下期再見。